有智慧，讲台语，铁爸班，欢迎第一组的来宾来到。南北二路来到这，爸班奖金带回家。好啦，来第二组来宾，欢迎阮这边凯家，派对上厉害，奖金拢总来好啦，啦！大家拢为着奖金来咧，咱就擂台。正，来，这里，欢迎，哎，欢迎，嘿，大家好，我是美秀。大家好，我是阿雄。是介绍阮这边的哦，阮不得了，阮这边甲电台拢有关系哦，拢足够讲话哦。啊，不过台语讲了啦，我是唔知影啦。哦，袂当讲人一支嘴好捋捋，是真正有影，真正有内在啦。哦，哈，来，咱的队友Nico，来客，哎，这南北二路的我全部拢带来。这来比赛摕奖金，南北二路的拢甲介绍来。好，哎，我先为我家己开始好，来，我有一个 Podcast 节目叫做《告白那一刻》，啊，我们中央广播电台，甲我边仔这位先生阿迪斗阵来主持一个甲海洋有关系节目叫《海伫遮啦》。海伫遮啦，是来海伫遮啦，都。我是亚特，你唔是内克哦，我跟内克有合作一个海底家啦，一个阳光的节目。那另外我家己嘛有一个专台语的 podcast 节目，叫做亚特聊聊天。欢迎你呢，上来起来。讲乐讲社会，大家好，我是阿凯亚，接下来 podcast 台长兼主持阿凯亚。啊，来，搁上来起来。大家好，我是超哥，我是今年全国农业大赛的全国冠军。是我呢，厉害，好人要教啊呢。嘿，阮遮南北二路较像样，唔通讲金的啦，哦，海产的啦，咯家具的，阮遮拢，你问阮拢知。对啊，油马路食倒位。嘿啊，要食倒位好食，都蛮多。食引导，台南人，啊，认为是中华人。我咱介绍这边拢是水的哦。阮这边。啊，目睭放好金毛，拢水的啦。阮一徛在气势十足啦。无唔对啦。欢迎咱的队长罗有婷。大家好，我是罗有婷，我今仔日带来我的队友哦。大家虽然拢足少年的，啊，不过因的台语拢足好的。来，头一位。大家好，我是连武祥，欢迎你好。大家好，我是蔡敏，这是我第2届来这个节目。好，欢迎你，来个三个字。大家好，我是林辉宏，今摆是一个演员，安尼。今摆上重要就是来介绍咱台语顾问老师。欢迎咱的翁秀荣翁老师，捧场欢迎。大家好，我是秀荣。若要水食果子，若要巧讲台语 ，Podcast 台语来战声，马道是无鸟步行。哎呦，鸟步行，老师什么会叫做鸟步行 ？Catwalk。哎呦，真正嘞，鸟步行啦。你咧走秀迄个骹步就是鸟步 catwalk 凯沃，就是这个厉害，对吧？我老师有用心哦，老师就厉害。今日大家来是真正拢为了奖金来。为了钱嘛吼。好啦，大家都唱就好无好听啦。哦，但是有迄落是毋是为了奖金来？哦，是啦。为了要赢。好，我即马拍几，互恁看吼。来，请看。哦，来哦。所以讲，咱一定爱初赛，一定爱加油，才差摕到咱的100万哦。好，今日的第一回合开始。全家有智慧，讲台语100万，这队拢总有96组家庭参加，比赛分做初赛、复赛、决赛，只要过3关，就有法度进入最后的冠军赛。伫咧冠军赛胜出的家庭，就会当摕到奖金100万，100万的奖金哦！大家爱加油嘿！阿雄，经济兵，好来，这个回合美秀一答。阿雄，我每一题嘛有一答。是，咱分数哪算？嘿，咱这回合嘛，拢总有3题6个答案，恁只要选到一个答案，得1000块，上侪得了6000块哦。是，所以大家先甲6000块摕起来啦。加油加油加油！好，来，老师，咱请出题。听讲穿红色的内裤会当招好运，请问迷信的台语安怎讲？吼吼，迷信的台语安怎讲？
美秀这边是高肯算。哎呦，是，这就是迷信啊。安怎？想过迷信啊，这嘛要去拜，啊，迄嘛要去求。哦。是，所以对算的意思啦。哦，是。所以讲我的答案是高肯算。高肯算。高肯算。是。哦，啊那我阿雄我这边的答案叫做耳康神啊。耳康神，为啥咱？不是耳康筋。唔是咱人咧讲，啊人讲你就信，叫做耳康筋对不？啊因为即嘛是迷信啊，就是代表只要是神明讲的你拢听。是，佫较信啊，所以叫做耳康神。哦，耳康神，啊，不过我是搞肯算，嘛是呢，嘛是迷信的。啊，我迷信，你嘛迷信，但是方法应该是无共款啦。讲法无共款。这种选择都爱留互恁安尼。吼，到底是美秀的高肯算，还是阿雄的耳康神呢？好来，两队咱请选择。美秀，阿雄，演一遍。来哟！哎呦！那个高肯神是，你捌听过无？我感觉起来，这个名词吼，感觉是甲歹吉调有关系。甲歹吉调有关系。迄肯神。是，因为我讲的是讲，这人足迷信的。嘿，什么话嘛？啊，伊就是惊歹吉调无，去求这求这，我咧想爱交嘛，就是惊爱紧张嘿，四界去问，四界去求。我来问这边，谁那是上？有人信我，有人信。你感觉是上的耳康神？耳康神就是用听啊，人讲啥就信。人讲啥就信啥安尼啊？安尼是感，我是感觉是耳康神。答案你都老师爷嘛？哦，好，来老师，咱正确的答案是。正确的答案是美秀的高肯算。迷信这个词，你若要加花在共同语讲迷信嘛会使，啊，毋过咱较有台语味的讲高肯算，啊，基本上高这字是伫台语拢无啥好，譬如讲高话、高姓地、高话使，啊，肯这个物件就是讲去甲责备，也是感觉会受谴责神的迄个天罚的对啊，啊，迄个算是消耗掉，所以爱甲神的这款迄个责备甲消耗掉，所以佮信迄款无好的代志，所以会叫做高肯算。啊，这安尼一面学，大家就佮连面都学起来，拢记得真好高。高就是这嘛，啊是无好的吼。无唔对，无唔对。好，来第二题哦，咱写书写哦。加油哦。哦，好来，老师咱请出题。这几年来，工课场常常有人讲内卷。请问华语这个内卷是在讲什么嘞？哦，内卷，美秀这边是自我优化，就是自我进步啦。哎呦，嘿，就咱你也看到，咱一个公司、一个组织里面，吼，不管是个人还是团体啊，我想要家己进步，哦，咱就去内部里面，吼，去内部里面去考试，吼，去进步，不管是个人还是团体，是，嘿，是自我进步的人啦。哦，一直甲更起来，都更无对，嘿，就家己要求伤过济啊啦，是叫做自我优化。阿雄，我这边吼，答案叫做过度竞争。哦，这无共哦。为什么？伊这是形容一个社会化内底概念的一个现象啦。哦，内底物件吼，你譬如讲，啊你嘛咧做，啊我嘛咧做，啊伊嘛咧做，咱大家拢做同一件代志，但是拢无做一个迄个协调，无法度变成讲你做我做伊嘛做，大家拢同款的代志，但是拢用同款的资源一直咧遐用，变成拍算消磨去啊，所以就是过度的竞争，内部的资源拢消耗掉。我嘛唔知啥人会对，无红讲什么是正确的。打一个要选阮啊！好，来，咱两队请选择。必须阿雄演一遍。哦，来过度的竞争，听起来敢若社会嘛，不哩有道理啦。吼，好来，我问一下阮的阿凯啊，嘿，落工啦，阮落工讲竞争啦吼，竞争啦。咱这社会即马就是伤过竞争，所以阮用这个词语就新的，即马少年人大家咧用的安尼，就讲大家互相咧拿咧讲来讲去啦，互相竞争、互相斗争的迄种感觉，所以我感觉是一个迄落大家竞争的感觉。无唔对，无唔对，你感觉我爱自我优化，即卖你落工经比我较棒诶。今卖我甲你讲哦，拢较无安尼啊，自我家己进步。哦，人哋公司加班无可能，加班爱加钱，嘿，无可能啊。
伊才说讲你的鹿港 Q 比较重啊。啊，真正有啦，我随哥哥的啦。其实鹿港腔足好听，真出名。哎咧，是不是海口音？海口音。溜溜啊，溜溜啊，溜溜啊我嗨，真正足好听的，无好学咧。嗯，好，来问少年的啦。就是我感觉即摆的竞争拢伤过激烈，所以有一款人会出后步。哦，嘿，是。所以你认为是继续竞争？嘿，我会骗你讲我今日阮拢莫读册，但是我关电话我家己偷偷爱读，安尼。老师，咱正确的答案是？正确的答案是阿翔的过度竞争，对啦，就你社会啦，我社会啦，是阮个人的，个人的无无啥会啦，对，是来分数，各位得了2000啦。嘿，啊那这边的，嘛得了2000啊。来，咱请老师来解说。好，咱看迄两字，第二字是一个简体字，啊，伊就是卷起来，卷做迄个圆筒形，吼。是。啊，咱来去看伊原本英语的字叫做 evolution。evolution 就是去进步、去进化论。啊，毋过伊到一个程度内底，因为大家追求的物件拢共款，啊，就互相去甲对方迄个斗互倒，吼搭互倒，所以也变成 evolution。变做退步去，所以这个科学家就讲进化论就是退化论，像工业化，咱想要互都市较侪人较工业化，会当较发展的，毋过结果煞造成入去遐内底种啊，散的愈散啊，好起来愈好起来安尼，就变做退步啊，所以伫咱若准讲用较平常时看会到的字，就是因互相咧搭。而且互这个团体退步去啊，嘿，所以希望大家就是较有自信的，莫讲夜香对白，也是讲人咧食米粉咧化烧，就对人行，你也有家己发展的特色，啊，就去拓展你家己的未来。好，来第三题哦，来，请出晓。来，老师，咱请出题。请问皮皮食甲老钱是讲人安怎？哦。美食这边当然是唔知见笑，因为咱有当时啊，跟人去食面的时阵吼，有的人啦，食面啊食甲安尼吼，哦，迄食甲水下海这样油啊，绕甲安尼啊，像食甲，我一直想要讲我家己肥，不是啊，食面啊食甲安尼脆软安尼老啊，嘿啊，食咧肉嘛停喺食啦吼，无就是啊鱼啊肉嘛停喺食啦，无就鱼骨翅安尼无好看啦，真正是唔知影见笑啦。一直食唔知见笑。是啊。啊，那阿雄我这边的答案叫做食紧弄破碗。哦。皮皮吼，你咧拿皮拿食你愈食愈紧，因为都无咧惯人嘛。啊，你一直食，干那想讲我紧通好食愈济愈好，皮食。吼，爱你食，但是你食紧的时阵，有当时啊哪硬哪辣，哦，有当时啊食这，譬如讲，而且迄个钱嘛，你食麻糍食愈济，颠倒加着要安怎？哦，食紧弄破碗。哎呀，对，到底是行还是结果咧？好，来两队，咱请选择。必须阿雄演一遍。哎呦！哎呦！是哦，系啊，这应该知影制作单位啊哦。哦，是阮两个拢唔查，我唔知答案。答唔知倒位。是好，我来问一下，来阿兔，这应该就甲华语讲，这个吃相难看，赶快意思啦。啊，吃相难看就是唔知见笑嘛，食甲安尼要偷食嘛，切喙一个安尼。是啊，那这边的迄个超哥。哎，因为阮拄仔讨论感觉是，阮讲皮这个字吼，就感觉较，就是咱来讲这个人吼，皮啊酸啊，就是迄感觉迄较有迄较偏迄边，较歹形容就对了。哦，是诶，美丽队长。美丽队长。因为我想讲皮啊，伫咧台语，大家有人拢讲迄是在形容一个人较无赖，较唔知影见笑，嘿，啊，食甲老钱。应该就是唔知影歹看，唔知影顾迄个面子迄种感觉。嗯，是一直甲食落，就算人咧看嘛，歹菜伊安尼。哦，做家己啦。嗯，是。我感觉，阮拢感觉讲皮啊，就是迄种一个人看起来就是酸酸啊，啊，就是白目迄种。白目。对无？啊，所以皮，啊，佮感觉家己
外在啊，安怎拢无要紧啊，唔管别人安怎看。唔管别人就对啊啦。对，所以就是。食甲歹看嘛，无你甲插别人。对，就是对。哦。活伫家己的世界。咱正确的答案是。正确的答案是。美秀的唔知见笑。哇，大家拢对。真好，因为大家拢有看这艺术啦。是，无唔对，来分数先。恭喜得到2000咯！咱来开。嘛得到2000哦。好，来，咱请老师来解释。好，咱看字面吼，因为皮迄字是文读音，啊，伊佫有白话音叫做皮，所以蛮皮。啊，咱讲囡仔皮蛋也是这样足皮的，就是你讲啥物，伊根本无咧甲你听你讲你的，吼啊，所以就是即个人足厚面皮。啊，煞落食甲捞钱，捞钱有2个意思，第一个当然你会想到满钱，感觉是物件爱慢慢仔食，啊，毋过伊食甲安尼，哪像安尼踢，像咧比赛食物件安尼，迄个食相足歹看。佮另外一个意思就是，咱一般皮肤吼，就是年岁老的时会较落落来，啊，就表示讲啊，你若一世人你安尼皮啊，你会当食甲老，人拢掠你无法度吼。所以意思是讲，唔知影见笑的人，应该是会活较久啦。啊，不过这是个人的价值观。老师，你安尼讲，敢若活较久的人拢唔知影见笑啊？对啊，啊，不过这是个人的价值观呐。像咱是较老实的人，要是人咧做，天咧看较好。是，好，谢谢老师。来，看2堆分数，先看阮这边来的。即马有6000。嘿，高啊！来，咱开的咧。毛5000袂歹哦。哦，差这几千，不要紧，咱搁继续拼落去。今日的第2回合，正港佚佗人。正港佚佗人，看风景真轻松。哦，是啦，是真轻松，啊，要去倒位咧？哦，甲2位报告一下吼，咱这回合嘛，就用镜头带恁来看风景，有可能是看台湾的，有可能是看外国的、外岛，还是全世界什么所在，无一定哦。是，而且看到够有分数呢。是啊，咱这回合一题3000块，一题3000块，上济会使甲12000块摕回去，加油哦！哎，12000块要差去，哇，奖金就愈来愈多啊！是2位，捌定定出国去佚佗无？少呢，较少。台湾呢？台湾较济。台湾较济。系啊。是安那迄落咱辉煌是。我最近有去日本。去日本都去日本。是。京都。京都。啊，毋过等下吼，你若看，斟酌甲看，若是有影有一个，伊绝对有一个重点，伊会翕到。啊，毋过当时我毋知影，若看到紧日甲吹起哩，3000块就摕到啊，而且爱念着哦，是台语发音的哦，加油哦，加油哦，加油！好，内克，好，你我的 podcast 我是看你的，你即摆看我的，你秀智啊，给效果。好，来，上个咱嘉宾做位佚佗，是咱刷落来影片吼，要带恁来去咱太平洋顶悬的一个小岛，这个岛是3个字哦。太平洋哦，小岛哦，3个字，来，咱请看。哎呦，来，阿罗哈，停咧遮啦，哎呦，那遮精彩。这个有够出名的度假小岛，恁敢知影伫倒位咧？太平洋哦，小岛哦，3个字，来，咱请看。哎呦，哦，哎呦，来，嘿嘿。阿罗哈，停咧遮啦，哎呦，那遮精彩，我真好闻，叫我每第一样，啊，因为有看跳舞有无？嘿，啊有看到因当地即个住民啊，吼，用咧配，嘿，火把，你啊人诶，对，啊3个字吼，所以夏威夷，你确定？是。好，来老师，夏威夷对唔对？来去，夏威夷。为台湾
去的所在啦。好，来阮首先，恭喜得到3000咯。好，来咱继续甲夏威夷看完，好来。老师来阿罗哈这里，阿罗哈是甲你挨杀子一个吼。好，咱夏威夷伊的台语的念法是甲歪希岛，吼，大家较无得差足济哦，嘿，甲歪希岛，甲歪希岛，伊就是迄三个字台语念法啦。迄个夏威夷伊是有19个岛屿加合作伙，啊，主要毋是19个啦，主要的岛啦。啊，毋过拢总是有137个岛屿，吼，所以规个拢是岛，迄个属于美国的，啊，毋过伫太平洋，啊，伊全部拢是酸乌搭，也是火山，所以去到遐会当享受到真侪迄款太平洋热情的迄款景地，嘿，好，多谢，谢谢，谢谢。夏威夷，哎呀，辉煌，你有想到倒位无？夏威夷啊，收办啊，你看到阿罗哈，没输啊啦，不要紧，等你应该够另外一个阿罗哈哦。好，好来，来，今日换人。是阿龙捌出国去佚佗无？唔捌去阿罗哈啦，阿罗哈，我做过阿罗哈的客运啊。你讲的有影啦，你注意啦，但是嘿啦对啦。台湾较看的是阿罗卡，阿罗哈啦，阿罗哈无唔对。啊那咱停有停，嘿，有停。停哦，我顶个月才去日本Okinawa，冲绳吗？冲绳，台湾人咱不要讲英文，老师听有。老师英文老师来哦，是英文老师。啊，咱若不要讲，咱就尽量甲讲出来，尽量试，尽量搁较试，试看啦。连老师若感觉差不多，伊就互你过。哈，但上重要是目睭啊，金啊，甲看。好来哟，上回咱今日去倒位佚佗？咱选落来吼，要带大家去踅公园，伊是美国的第一个国家公园哦。哦，美国。嘿，叫做什么国家公园呢？2个字。2个字的国家公园哦。好来，咱请看。哎呦，哦，哎呦。鹿港诶，20斤哦。鹿港人唔捌去过美国，但是我唯一知美国迄个国家公园的名字黄石啊。黄石。黄石。是黄石啊。你确定哦？哎呦，我就刚知这个尔。哦，好来，老师，黄石对唔对？对。来都讲老啦，那开机那来混手。恭喜得到3000咯！太老了。好来，咱继续甲看落去。哎呦，你其实看无。水吼。哎呦，水墙、瀑布。哦，这咱哪有可能会去？哇，这个喷水的啦。哇。这温泉吧？系啊，温泉会喷水啊。哎呀，你哎呦，那水干呢？怎样？其实看了惊咧。我讲景色真水啊。嘿，景色真水啊，真正我老有影堂啊，去啊行行呀。哦，对。好，来，咱请老师来解说啊。来，老师，这个第一个黄石公园，伊是成立伫个1872年。啊，伊为什么叫黄石？是因为伊迄段界迄石头啊，拢黄色的，吼。啊，就是讲，因为伊迄山谷啊，啊，搁迄水泉，啊，搁喷迄温泉，拢足有名的。尤其是上有名的迄个老式中式温泉，有人叫伊老式温泉，啊，英语叫做 Old Faithful Geyser， 吼，就是讲伊是间歇泉。啊，每91分钟喷一届，真正有人伫遐甲算时间安尼。好，所以真好耍，多谢。好，不要紧，即嘛，咱加油哦！加油！加油！加油！来，咱今日换人。是即嘛，有神看你安尼。会紧张吗？我就算看无，我嘛要甲杀出去。有影，但是你要等播出来。要说你哦，这唔通单甲杀出去啊！这台贵啊！是，啊那是阿兔，不要紧，拄啊你有摇着吼？有啊，拢有摇着。两地拢有摇着哦。
哦。啊，等下又无对，闹亏啊！是，好歹字温，好歹好歹是无唔对，不要紧，来看落去哦。来，好，上位行边都知道。是咱刷落来这影片，我要介绍恁澳洲的一个城市，这个城市真水哦，有4个字。澳洲的城市4个字哦，来，咱请看。阿兔，我这边哦，阿兔，巴塞罗那，西班牙的巴塞隆那，啥头？巴塞罗那。不要紧，你讲英文不要紧，巴塞隆那。我是西班牙文啊。哦，西班牙文。巴塞罗那。巴塞罗那。来，老师，巴塞罗那对唔对？对，会使。厉害嘞！交易记得3000咯！哇，你阿兔真厉害厉害，这拢讲无出国，讲讲骗。是好，来，咱继续甲看落去。哇，真是！好，来，咱听老师来解释。好，伊这是西班牙迄个2-2半岛的东北方，啊，伊是伫个靠近这个地中海，吼，啊有3000年的历史，啊，因为伊介有名是伊的高地建筑迄个教堂嘛，吼，啊，过来是迄个伊的台语名，其实你拄则是念了音拢正确，啊，毋过咱台语咧念是爱巴尼色落泪。巴尼色落泪，巴塞罗那，嘿，所以有当时啊，巴尼色落泪，对对。你讲照伊原本的语言翻过来就对了。对对对，嘿，台语有伊的迄个惯用的迄款台语讲法，嘿，好，多谢。好，不要紧，继续继续，加油加油啊！唱会转来，唱会转来哦。好，今日来咱换人。来。即马哥哥是妹妹即马有咱，你通甲妹妹救一个无？牛啊，拜托！哇，对啦，就是安尼对。是，阮超哥是上大方的人啦。萨克班的，萨克班的，真正若看到有影，咱萨克班的，好，啊你萨克紧的。对啦，吼。好，来，上个今日要去倒去倒。是，咱刷来影片哦，要甲恁介绍的是咱美国的一个城市，这个城市3个字哦。是美国哦，的城市3个字哦。好，来，咱请看。哇！这是，哎呦哎呦，超过咧牛力啊，超过咧牛力啊！哦，你真正有慢慢上。好，超哥，你的答案是芝加哥。哎呦，你对倒位看出来？电影《变形金刚》。有够高智。你是因为他做迄粒球金丝是遐呀？拢有，足多。是，所以你的答案是芝加哥。芝加哥，老师对不对？对，正确。哎呦，完了，三对大，来剃光头，分手，交易得了3000咯。哇！来，咱听老师来解释。这个所在伊是迄个美国第3大城市，就是 New York、Los Angeles， 啊，跟这个 Chicago。啊，这个 Chicago 伊的意思原本是这个法语，就是迄个长仔头的意思。长仔头。对啊，真特别。好，啊，毋过伊这个所在最有名就是布尔，就是迄个公牛队，哈，啊拿球。毋过你莫看伊是运动哦，其实内底有美术馆。
所以美术馆嘛足有名的。好啊，伫这个城市内底，佫有足侪迄款摩天大楼，所以是真趣味哈。啊，加油！加油！加油！主持就全力，好，谢谢啦。来，咱就要看两队的分数哦。来，先看咱来，即嘛18000。啊，若阮凯咧，即嘛有5000。袂歹嘛，袂歹。不要紧，继续阁有通啊拼哦。今日咱的第3回合，两家来拼台。第3回合，两家来拼台。哇！问号啊，阁8提示，到底是什么意思咧？好，来介绍一下吼，水、鸟、鹿港腔、大巨蛋、地心宫、金闪闪、华山、金针花，这8个提示代表8个无同款的问题。哦，啊，这个问号代表后壁有无同款的奖金，上济15000块，上少1000块。哦，给咱一届救命的机会。啊，第二个就是讲哦，嘿，啊，咱分数较少的人，咱有这个权力，通啊先选，先甲15000摕起来。好，来，停，你要选倒一个？啊，要倒一个钱的较侪。是。大孤单。哦，大孤单。好，我要相信我的队友。好，来，感觉迄个较简单。大孤单。大孤单，大孤单，好，来，咱来看一下哦。大孤单的奖金有偌济？大孤单确实有影贵啦，贵啊，几多亿的，几多10亿的，是12000哦。12000哦。好，来，咱请出题。请问大巨蛋话题流行台北吼，台湾其实已经有9粒的巨蛋啦，台北、桃园、台中、高雄等等拢有。但是你敢知影，台湾头一粒巨蛋是咧倒位咧？来，留10秒的时间，头一粒无？头一粒，你若要，爱紧试咧。好，来，凭你的答案是？你嘛使问队友啊，1万。好，我1万1好啊，再紧。啊，12000呢，只12000啊。好，来，1万。我无接受1万，安尼敢会使？你用几针？1万。好，队长，拜托我救一个啦！来拢试啊。是，好来，台北，你感觉？台北，台北，头一粒无？头一粒，头一粒哦，头一粒无？头一粒，高粒2，高粒2嘿。咱台湾有9粒2，中华吗？倒位？好。高雄。我感觉我的队友敢若無啥可講，啊，只我應該1萬收回。講話啊！是，好來，桃園嗎？桃園，好，來，桃園對唔對？我拜來有分數，就一定12000哦。來，咱蔡老師來解釋。好，就是台北是最新的一粒，上新的迄粒啦。咱以前是伫桃园，所以以前咧比赛棒球啊，是篮球拢定定会去迄搭遐，吼啊，伊是1993年起好的，啊会当有11000个人。吼，会当入去，甚至办体育事啦，还是讲总统就职典礼拢伫遐。不过后来伊迄个会吼设计了无好势，所以有当时啊会迄个食球，就是看袂清楚，啊渐渐就拢失用去啊。啊，过来是目前就是大家较用咧做一寡发挥啦，啊是做一寡卖场，吼啊，所以因是第一个有迄款事业性啊，大家。其他的8粒就愈去愈好，啊，咱台北市这粒上大粒的，对，嘿，今年上新上请赢的，好，多谢，谢谢老师，12000啦，好你加大，冲起来哦，差1声了哦，好来，再来去换你摇，你可，你要紧啥？你较有信心的，你先选啊！我较有信心的，我先选。安尼我台南人，我经电成功。电成功，好来，咱来看一下电成功的奖金有偌济。
有影成功，更较贵，一定要成功，嘿，一定要成功哦。好，来，咱请出题。请问传说中地神公出世进前，因老母吼有母梦观大鱼，伊是大鱼投胎转世。啊，你敢知影？伊梦到迄只是鲨鱼还是海翁咧？要支援还是家己要回答？恁有法度无啊？基本会真贵哦。恁有法度无啊？我一个跟信好无？你要支援哦？不，我可以，我可以。我可以。啊，伊咧看起来无人要插我，我冇在。传说地神公是大鱼投胎转世，伊是虾米鱼咧？请问传说中地神公出世进前，因老母吼有母梦观大鱼，伊是大鱼投胎转世。啊，你敢知影？伊梦到迄只是鲨鱼还是海翁咧？好来，你有10秒的时间。海翁、鲨鱼还是海翁我问我？起来，你是要支援还是家己要回答？恁有法度无啊？基本会真贵哦。恁有法度无啊？我一个跟信好无？对吧？差不多啊。咁你打就用掉。啊，无我就。你要支援哦？不，我可以，我可以。我可以。啊，伊咧看起来无人要插我，我冇在。我想看卖，我咧想应该是海翁啦，海翁。好，开定哦。海翁甲阮台南靠缘分。哦，安怎讲？唔知呢，因为迄个昆新啊。哦。昆新就是海翁。是。好，来，海翁对唔对？哎呦！来奖金，奖金就万5咯。因为就是讲有名的人，因会有足侪传说啦，哈，啊是因阿母梦到讲伊咧看鱼啊，啊即款大家就感觉讲迄个海边啊遐有一寡迄个金的光安尼闪闪烁烁，啊连续有3天，啊后来就真正大腹肚，啊就囡仔就生出来啊，啊其实因为咱台湾岛的形，有人讲成旱季，啊毋过咱即马因为咱是海洋国家，海洋是陆地延伸，咱需要家己像海翁同款，会当喷水，佮会当收向太平洋，佮收向大海，所以咱应该爱用台湾的海翁精神去行向世界。12000-15000拢摕伊哦。差1000变差16000啊！是啊，你还阁继续？哇，好来。1万呢，还阁有9000的。听个，咱阁继续加油，你要选倒一个？选我想要甲阮队友讨论一个。好来，倒一个？选倒一个题目较好？选应该会参与啦吼。好，都选猫。好来，咱来看猫的奖金有偌济？嘛袂歹哦。好来，咱请出题。请问讲一个人猫神是咧讲伊安怎咧？是足古毛的，还是讲伊身材真好？来，10秒的时间。猫神。对。好来，是咧讲一个人足古毛的，足古毛的。好，足古毛对唔对？恭喜又得到5000咯！好，一般即个鸟，咱会讲鸟毛嘛，啊，搁较迄个人，咱会讲什么神？吼啊，其实伊毋是真正的神，吼，咱就係对啊，吼，也是讲大面神，伊嘛毋是神，就是毋惊见笑安尼吼。啊，所以咱即个猫猫啊、龟猫嘛共款啦，迄拢是足细只的动物啊，足幼的物件啊，所以就是安尼讲。啊，若迄身材好，迄是乌鸟，像恁拢是乌鸟狗，嘿，乌鸟子啊，身材所以是无共的。好，多谢。好，谢谢老师。好来。查理瑶，我咧放心吗？放心吗？绝对是经鹿港腔，鹿港腔哦，是鹿港腔，也奖金有偌济？3000，嘛袂歹哦。好，来，咱请出题。请问台湾各地腔调拢有淡薄仔无同，啊，伫咧鹿港若是听到人迄个烫龟啊，是咧讲啥个什么所在咧？哦，你有10秒的时间。好，无问题，我绝对是支援。
哦，有人要插你无？来，7万，你袂晓。用落，用落去了。阮六工人足爱钱的嘛，啊，就甲这边来咱参加这个比赛共款，一定要甲奖金摕回来。啊，奖金要放倒位咧？放咱这落地啊，对啦，通贵啊，就是落地啊，落地啊的意思。是落地啊，唔是赌马啦，是落地啊。是，所以答案是落地啊。好，来，咱来看落地啊，对唔对？厉害厉害，啦！来，搁加3000咯。哦，搁奖去了。好，伊的汉字是爱写通怀子啊，吼。啊，毋过咱读的是咱爱甲读做通规啊，吼。啊，是安那规？咱虽然迄个落地啊嘛，吼，就是讲地落啊，落咧个甲地落。啊，那通规啊，应该是因为伫身躯顶啊，所以伊那像一个小规共款。吼啊，咱即个字无共无要紧，像邦桥，咱写的字甲即款念的音无共，吼，所以咱爱尊重迄个鹿港腔，足珍贵宝贵的腔。是，通规啊。通规啊。好，来继续哦，停。加油加油。好。恁刚刚要紧倒一个？水啊。水吗？冰水看卖。水。水哈，好来，咱来看水的奖金有偌济。来哦，来下一题。来，请问，伫咧过去咱讲发兰西水，就是即卖汽水还是芳水咧？来，10秒的时间。哎，哦，这你知？1番芳水。芳水，好，来，芳水对唔对？可惜啦！好，这个法兰西水，吼，迄个 France，OK， 啊，因为因就是迄个法国嘛，吼，虽然伊芳水足有名的，不过咱这个俗语是法兰西水食一点亏，所以应该就是啉了，啊，就是汽水，就是迄款苏打，吼，所以伊是汽水的意思。唔是芳水，唔是泡酒。加油加油！哎，虽然大个拢摕去啊吼，对啊，拢出来。不过咱来慢慢斗，嘛是通斗死，你嘛可能会变盘。加油哦！伊若莫搁掉你，你要分多少个？是安尼啦，我今年拄啊好摕到这广播金星奖。哎呦，今年懵一个啦！是，所以咱金钟拢无要看阮的呢，懵一个啦。金闪闪，金闪闪，好，阮绝对要你金闪闪。看在金闪闪的奖金有偌济？1000，不要紧啦，表示金奖无值钱。嘿，真正，咱实力较有路用啦吼。来，咱请出题。请问连续2档摕到奥运金牌的林洋配，两个人比赛是什么款的运动呢？哦，来留10秒的时间，这应该拢知啦吼。重点是要安怎念？这个英语叫 badminton 呐，吼。哦，阮英文会使，但是即嘛是台语节目的。应该是羽毛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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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听起来敢若羽毛球安尼？羽毛球。羽毛球。好，来，羽毛球对唔对？是安怎嘞？来，老师解说就知影。好啦，虽然你英语讲了就好诶，哈，不过英语迄个套入声字嘛是卖甲发出来，叫做 badminton。啊，个迄个羽毛球，咱因为伊是第2条，爱转第1条，吼啊，因为咱是台语的节目，所以咱可能这个音较要求。羽毛球会当飞起嚟，所以你甲音发落较悬嘞。1000尔啦，过来，哈，过来，各5分数。对啊。2题，来，田个你要选多少？好，我要选华山。好，来，咱来看下华山的奖金有偌济。哎呦，厉害哟！好，来，咱请出题。请问台北有名的景点
华山文创园区，伊的名是对宣传中华文化，还是对日本总督的名来？来，60秒的时间，是宣传，还是讲日本总督？对。来，宣传日本总督，是吧？中华文化，宣传中华文化，中华文化，中华文化，来，宣传中华文化，对唔对？哎呀，真可惜。好，听起来那像要华山论剑迄款的，也是受到迄个华的影响。啊，其实伊是日本第一个咱日本时代第一个总督叫做华山主义，吼啊，咱其实建筑内底像总统府伊的建筑嘛是一个迄个总督的迄款军衫安尼，吼，所以咱就是而且佮挖伫迄附近，所以咱其实是日本时代迄个总督，吼，来金针花啊，金针花，好，来咱来看者金针花的奖金有偌济？哦，嘛袂歹哦。好，来咱请出题。请问赤科山是逐个热人要看金针花的好所在？啊，你敢知伊伫咧倒一个关节？来60秒的时间。赤科山，哈，金针花。热人看金针花。对。头大开呢。哦。我用伊个，我用伊个花莲关。好啦，花莲呐，花莲哦。系我较好，来，咱来看者。试看觅。花莲对唔对？来，奖金，奖金就7000咯，哦，厉害。好，伊遮最有名是8月到9月金针，吼啊，金针这2字拢爱甲合顿。伊金针是咱的母亲花，吼，所以嘛是真特别的风景。啊，伊伫花莲，啊，毋过有足侪人若要去遐，拢会先为台东去，所以有可能小可误会着。啊，毋过迄是伫花莲。好，多谢。好，谢谢老师。哦，真精彩，看分数。好，好，先看阮这边来。今嘛有43000。再来看咱凯。哦，今嘛有22000哦。好，今日咱的7秒10,000金。嘿，7秒10,000金。大家动脑筋。今嘛奖金有43000块。 43000块就是43秒，无错43秒要安尼要3题，敢有够？无咱搁甲添一个，搁添30秒好无？73秒啊！好，来第一题，几个字？第一题3个字。3个字。第一个提示就是汤马斯啊。汤马斯。汤马斯是啥物？哦。然后过来，伊失败6000外届哦。什么？小车？唔是，一直讲，伊讲有吸盘机，什么物件吸盘机甲伊有关系？过来，什么？43000块的奖金，因会当提走偌济登记咧？3个字，好来，咱请开始。第一个提示就是汤马斯啊。汤马斯是啥物？哦。然后过来，伊失败6000外届哦。什么？小车？唔是，一直讲，伊讲有吸盘机，什么物件吸盘机甲伊有关系？过来，什么？伊发明专利。爱迪生，大吉。爱迪生嘛？今年爱迪生。啊，正确。一定爱会记，一定爱讲台语。对。哎呦，真正有影。嘿，伊有电话嘛，发明专利吸盘机嘛。对啦，吸盘电是。失败了，1000几届做迄个电话嘛。对。伊头前个汤马斯爱迪生啊。咱即摆第一题吼，咱即摆你甲看者。哦，51秒，算讲无讲浪费啦。对，无浪费就正确。恁会当，好，摕愈秒数愈少愈好。开愈少秒愈好。好来，第2题几个字？
第二题3个字。3个字哦，好，来，咱请开始。来，第一个提示会使考证照，考证照是什么物件？一个行为的款哦吼。再来，日语算数、算数、算数，哦，过来，小琉球、唱水笔，唱水笔，唱水笔，唱水笔。潜水，唱水笔，厉害厉害，哎，看海龟嘛，嘿，上手，水龟啊，是吧？是唱水笔哦。哎，厉害厉害，哦37秒，37秒哦，嘿，够真济哦，够一个哦，够加油加油哦，加油哦！好，来几个字？ 2个字， 2个字，请开始。来，第一个提示，超过180度，什么物件超过180度？超过，我想一下哦，过来，武术，跳腿，好，健康。厉害厉害厉害！我都我袂迄落啊，系啊，到尾啊咧180度跳腿，哇，跳就想会腿，到，为什么安尼就想会到？有感染到。真正厉害！来，咱今晚干面看奖金偌是，济？即马到29秒，29000啊！好，咱今晚今日去颁奖。不男女路的哦，就厉害厉害，不女路啦，什么 Q 拢有的啦，现在什么话拢有啦，结果是鹿港 Q 上厉害啦，啊，是，好，今日谢谢咱的国民老师，感谢咱王秀荣王老师辛苦啊，恭喜大家歌手，好，大家有礼物，讲台语铁爸爸，好，你大家拢欢喜，再会啦，谢谢，感谢。恭喜，今嘛知影你的名哪里吗？谢谢，感谢，好笑，谢谢，感谢，厉害，歌手啊！